住喺珠海，但係咧一出門咧你就係去澳門啦。對面咧就係珠海站啦，同埋青茂口岸可以見到啊過關嘅人流嘅。OK， 嗱對面咧就係青茂口岸嘅大樓啦，就係通關嘅大道啦。呢度咧就係澳門嘅青茂口岸啦，仲可以睇到澳門呢邊嗰啲樓嘅添啊。我哋今日睇呢套單位咧係位於粵海國際啦，產權面積咧係107個平方。嗱呢套樓咧整體嘅採光面咧係十分之好，因為咧佢大部分嘅採光面啊，佢都係東南嘅朝向位。嗱咁大家都知噶啦，喺珠海啊，甚至乎好多南方嘅地方咧，東南位咧係最好嘅朝向。嗱3間房2個洗手間啊，房間咧都係東南嘅朝向。嗱咁呢個單位咧，107個平方咧，我目前睇起身咧，佢面積十分之實用，而且咧業主裝修咗，講真其實都係比較耐噶啦，但係咧可以睇得出佢個用料咧十分之 OK。嗱，包括咧佢洗手間啊，同埋呢啲地磚啊，咁多年嚟講咧，佢呢啲手工啊，同埋呢啲質量咧都係十分之過關嘅。咁其實咧，如果你要求唔高嘅話咧，買啲家私電器咧，直接就可以入住啦。嗱，全程都冇開燈影㗎，但係咧佢嘅採光面十分之 OK， 而且咧通風都係比較好嘅。首期為到30零個啦，有鎖匙睇樓嘅。嗱，其實咧喺呢度咧側門一落去咧，呢條通道咧就可以直接去到青茂關口噶啦，你唔需要兜大圈嘅。過關翻澳門，大家都知噶啦，青茂口岸咧24小時通關。翻工翻學咧都唔使話擔心遲到嘅。首期30零個有鎖匙睇樓，有興趣嘅朋友咧可以用我實地現場了解下。Thank you。